穌，你也在福音書當中來提醒我們。你話天上地下所有嘅權柄都係喺你嘅身上，屬於你。主，你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屬於你。我哋知道你嘅王權唔單止在天上，我們知道你的王權不單止在天上，你嘅王權亦都在地上。你的王權也在地上。但係今日地上好多人唔認你作王作主。但是今天在地上，很多人不認識你，不但係認你為主。耶穌話：求你幫助我哋每一個屬你嘅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每一位屬你的。我哋再一次認定你係我哋嘅主，我哋嘅王。我們再一次的來認定你是我們的主，我們的王。你嘅王權喺我哋生命嘅當中嚟到做主導。你的權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來做主導，以致透過你嘅子民，叫地上嘅人認識你。透過你的子民，讓人在地上認識你。我哋又被提醒，琴日有挑戰。我們也被提醒，也被挑戰。今日我哋身邊好多人未認識你，叫我哋成為佢哋嘅同行同埋幫助。今天仍然很多人不認識你，願我們成為他們的同行幫助者。天父，你同樣提醒我哋，原來在世界好多地方，好多人未認識你，聽唔到你自己。天父，你再一次的提醒我們說，在世界當中仍然很多人不認識你。你要點樣嘅嚟到去差遣我哋？主啊，你要如何的來差遣我？我哋將我哋自己開放喺你面前。願我們都把我們開放在主你面前。求你叫我哋明白。求主讓我們明白。叫我哋樂意順服。讓我們樂意回應順服。耶穌，我哋都為今天整天嘅聚會交喺你面前。也是我們再一次的把今天整天的聚會帶到主你面前。為每個講員、每一個嘅弟兄姊妹都求你幫助。為每位的講員、每位的弟兄姐妹求主你的幫助。求你俾我哋睇到你自己嘅心腸。求主來幫助我們看見主你的慈愛的心，幫助我哋進入我哋職場。幫助我們進入職場，但係更加進入我哋社會，但是更加的進到社會當中，更遠嘅進入你要我哋去到嘅地方，更遠的是要到主你要差派我們去的地方，叫我哋與你同工，叫你自己福音嘅果效不斷嘅嚟到去被延續，讓我們與你同工，讓主你福音的果效可以延續。神啊，我哋再一次喺早上嚟到你面前承認你係我哋主，我哋王。主啊，我們在今天的早上，我們再一次的來承認主你是我們的主，我們的王。求你對我哋講說話，求主親自與我們說話，求你俾我哋勇氣嚟到跟從你，求主來給我們勇氣來追隨你，求你都透過我哋分享俾我哋弟兄姊妹，求主你還是用我們把意向分享給弟兄姊妹，你真係讓教會每一個屬你嘅人都重新嘅被建立嚟到回應你自己。願教會每一位屬你的都重新被建立，因為呢個世界有你所愛嘅人，因為這世界充滿着主你所愛的人，讓我哋就進入你所愛嘅群體當中，讓我們就進入主你所愛的群體當中，讓佢哋嚟到你面前，讓人到你的面前。多謝你，感謝你，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